欢迎收看福喜来吼空比波。伫今年啊4月份的时节啦吼，儿童节吼，迄咧小朋友啊，家家就知道哇，同欢喜咧节庆哦吼。也摆咧台北市立美术馆咧，要送本小朋友咧太礼哦，就喺啲北美馆吼设立嘅咧儿童语文中心哦。所以咧啲啊语文中心伫度有嘛个好教好料嘅，做得本小朋友去到各片吼来老了嘅喏。今本日咧就邀请到嘅吼北美馆咧教育推广组嘅组长哦，刘建国组长来到现场来大家分享哦，组长好。大家好，我是刘建国，同欢喜来到呀。嘿，哇！今年吼，通讲啊吼，啲呀北美馆也只素材吼，北美馆大家提到北美馆就係啲盐山嘅片咩，家家就拍那種動道嘅展覽啊嘛個，通講今年係替拜有咧兒童語文中心係冇？是的，这是北美馆成立30周年以来第一次有为儿童所成立的艺术教育空间。有咩暗慢哦？藝術中心吼，唔係家家有動道嘅東西就係北鋪吼，替咧有嘅咩吼，家家就有。藝係一擺吼，我訪問吼也組長吼，藝就點講？哎呦，北鋪冇呢，冇伊咧人專門吼本呀兒童嘅伊咧藝術方面的一個藝文中心，有動道冇向用嘅語文發通喺動道啦，唔過專門係藝術嘅也係替拜。这是第一次。那在台北，我们台北市立美術館成立的兒童藝術教育中心，是公家成立的第一個以美術、以藝術為主的一個兒童藝術教育空間。有咩暗慢哦？对，因为我们台北市立美術館其實主要是以辦展覽為主。那我們的展覽因為很多，每一年都會辦非常多的展覽，所以大部分的空間都是在辦展覽。那教育的活動就會比較利用一些閒置的空間，或者是一些公共空間。不過雖然講吼，喺一下張有安尼兒童嘅語文中心，不過有安尼想法，係唔係有幾多年前就有安尼想法係冇？其實很多年了，我們想要為小朋友做一個兒童藝術教育中心非常多年。那也是剛好有一個機會啦，就是在台北市辦花博的時候，98年就是那個時候剛好在辦花博的時候，我們聽聽，在隔壁鄰居。對對對，那因為我們剛好有美術教室在剛好在動工，所以我們就先把美術教室停了，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在思考是不是要把它轉型，所以那個就是就討論，館內就邀請了很多專家，然後我們討論是不是把原本的美術教室，後來就把它改成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的教育中心。唔講按呢改變吼，就從喺畫面上吼，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的，也就係亞下嘅兒童中心嘅係冇？現在畫面上所看到的，就是北美館他們現在的工作坊嗎？還是整個的北美館的部分？這個的話是比較早期的美術教室就會調擺嘅藝術教室類似，還沒有成為兒藝中心之前的樣子。那後來這整個設計，我們重新把它就是隔間重新安排。這是以前美術教室。也係調擺嘅時間。不過調擺後係由美術教室做得用咩？也係轉做變做一個兒童藝術教育中心嘅時間吼。係唔係會有動到本單喺啲嘅片上課嘅人啊，會有乜個反應冇 ？complain 啊，有冇？按哪教室咧？有，我們把美術教室停課之後，其實有很多在美術教室上課的民眾們，其實剛開始他們都有一直反映說，為什麼我們要把美術教室停掉？因為他們很喜歡台北市立美術館辦的這些課程的活動。那我們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跟他們溝通，也跟他們說明，其實兒童是很重要的。從小學習藝術，我們也希望對誰就可以試，而當景就 OK。是，所以我們苦口婆心的說明了很久。那其實後來他們也都能夠認同我們的看法跟想法。唔過古時候也家看到嘅係美術教室咩？吼，老一隻教室變做一類兒童就是兒藝中心嘅時間，係有用嘅想法咯。因為兒童中心吼，大家就想到說，小孩子的話應該要有色彩繽紛，讓他有創意啊，有懂得嘅色彩啊，吼，對誰可以是就本身人嘅有幾種懂得創作嘅能力。唔過我看到啊，吼，一般我看過兒童嘅中心吼，因為周青就會拍攝嘅吼。
就是在建筑上跟材料上的风格，我们是用的是白色为主，确实没有错。那是因为台北市立美术馆它本身的风格就是以白色，主体就会白色的，白色。那它的墙是白色的，它用大片的落地窗的玻璃为幕，然后它的梁柱都是灰色的。那它是一个很现代的建筑。从方面看到哎，很现代嘛，很现代的建筑。对，那个西方人说美术馆就是 white cube， 就是白盒子的概念，所以是在白盒子里面办各式各样的展览。那我们因为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是馆中馆，它是把旧的空间改成。可是你就会踢 B1 的素材没哈？从方面红亚就会那个 B1 的那个中庭。中庭对，没有错。所以它因为是旧的空间改成新的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我们不希望它的风格跟原来北美馆的风格差距太大，要让它有一个整体性跟一致性。所以我们风格上我们还是采取以白色跟非常简练的这种建筑形式。对呀，而准做迄做一个白色的吼，唔要买老设计师啊来做一个沟通啊嘛个。你沟通的高场地度会有别的同事还是设计师会有别种想法吗？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儿童的空间要尽量活泼，要色彩缤纷，要五颜六色。可是我们做儿童艺术教育，我们其实并不认为说给他很多颜色就一定是好的美术。艺术教育其实要给它，譬如说有质感的设计，然后我们所谓的色彩其实是各式各样的。那我们不希望给它一个很固定的说就是这5个颜色，这就是最好的颜色。我们是透过各种展览跟各种教育活动，去让他学习所谓色彩的感觉，跟他什么才是好的色彩的搭配。嗰個從方面講有看到啊，吼，要有動到嘅小朋友，因為日擺嘅兒藝中心係唔係4月份就開始嘅咩？吼，4月初1的時節就開始咩？4號，4號，哦，正好是兒童節時節就開始。嗰個有看到動到嘅小朋友去到嘅片，吼，真嘅動歡喜嘅，用嘅有動到，我把通做得搞，嗰個注重做得老太家設計下，啲地度很用嘅規劃。大家做得去看展覽嘅有，還係做得搞啊 DIY 嘅部分安。我们4月4號兒童藝術教育開幕，其實就是特別挑兒童節，是因為我們想送給台北市的兒童或者是全國的小朋友一個大禮物，就是兒童藝術教育中心。那那天來了3000多人，非常的熱鬧。我們年哦，周清就會滿滿的人。那現在父母都很喜歡帶小朋友來兒童藝術教育中心。那我們其實有幾個空間上的特色，第一個就是創作的空間上，我們有所謂的大工作坊。那這個空間主要是做藝術創作的空間，那它主要是為7到12歲的小朋友。所以我們有欣賞就做嘅，有欣賞啲搞啊嘛㗎。有老師，也有我們的志工朋友在那邊教。那我們又簡稱它叫712工作坊，因為是7歲到12歲。另外一個我們叫小工作坊的，那我們也叫它叫456。456，就是4歲到6歲的小朋友的。那我們在這個空間主要是針對學齡前的小朋友，通常都是媽媽跟着小朋友一起來參與活動。那主要的活動，我們這次做的是繪本導讀跟說故事的欣賞。有說故事媽媽，對，有說故事媽媽，也有老師在帶。那這次的說故事內容也是以禮物為主。那另外就是我們有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有一個為小朋友所設計的一個展覽空間。那這個展覽空間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替小朋友設計一個以不同的主題所規劃的展覽的設計。從100係 T100就係規則嘅主題就係禮物，對嗎？是的，就是以禮物為主題，對。所以連那個媽媽就是那個講故事志工在那邊講的，他也是會以一個整體性的以禮物為一個主題，對嗎？就是他挑的所有的繪本的故事的主題都是用禮物這個主題做。有沒有看到吼？100下鏡頭吼有翕到嘅吼，就係禮物也在海報吼，係藍色的呢。外地會拍色的吼，可能就係100嘅北美館啊，某一發就兒藝中心嘅主題嘅色。不過禮物吼，因為大家想到禮物，像我自己想到禮物的時節，就會覺得是紅色的啊，有冇？耶誕節的時節，冇那生日的時節，有懂到冇用嘅包裝，有冇？因為100禮物會用藍色的呢。我們這次的這個主視覺其實是委託那個王愛麗設計公司哈，那他所做的這個主體的設計，那可以看到他那個主視覺的那個圖像就是英文字的 gift，就是 GIFT。
然后他把它做成各式各样的盒子，叫代表是礼物盒。那蓝色的选择是它有一种开朗跟欢乐的一种感觉，因为蓝色其实给人一种好天气的印象，天气晴朗。对对，所以来到这边看到蓝色会觉得蓝天白云的感觉，蓝天白云，好像看到美丽的大海一样。不过你去过去会不会因为白色还有蓝色啊，在视觉上还有在感官上，其实是一个很明亮的感觉。没有错，因为蓝色跟白色基本上就是一个明亮的色彩，代表的是个好天气、好心情了。不过，迄都底度吼，因为要做咧儿童的中心吼，儿艺中心，会不会有动作要注意的素材？有像是有看到有动作的展览啦，吼，会有人有脚啊，没话就是桌子啊，其实。注意到设计感，就是有一些设计感的话，可能就会忽略到了一些安全性。呀，黑唔黑啲呀，被迷讲，而来设计呀，儿童中心的时间会注意到的呢。对，我们每次在办小朋友的这个展览的或活动的时候，这一定是会考虑到的。所以，其实，在办儿童的这个展览，会比办一般成人的展览更困难，顾虑比较多，而且甚至要花更多的心血、跟人力、跟经费。那我们像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注意到小朋友的安全，比如说他倒脚的处理比较尖锐的部分，我们必须把它磨圆。那可能小朋友会夹到手的啦，或者是高度太高的，他会摔倒的啦。那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做展览布置跟规划的时候都会考量进去。还有就会刚才有看到的吼，也规则的中心吼，还有刚才有讲到有的展览的部分，也有工作坊，那也会有活动的区域吗？刚才看到的中庭，其实它就是因为一样在 B1 嘛，在 T 哈斯的地方，是不是它也是属于儿艺中心的部分？没有错，其实这次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这个户外中庭。那其实北美馆开馆到现在30年，这个户外中庭从来没有打开过，没有人出去过。对，大白黑到这片的时间就做的看到停，就只能看到。那这中庭是要有某口风有吗？以前我们叫做雕塑中庭。那因为这个中庭它不能开放的主要原因是怕冷气跑掉，因为美术馆冷气很重要，对作品保护。上天呢？对。那所以我们这次打开来是刚好这个中庭就连接了我们原本的B01的这个地下楼的展览跟儿童艺术教育中心整个串联起来。那它这个一打开之后，所有的民众随时都可以在那个外面活动或休息。所以要容纳3000人，其实也是有一点，对，就是有一点舒缓一点。对。那其实这个空间它未来可以办的活动非常多，你可以在那边办表演，你可以在那边办记者会、音乐会啊，对，然后小朋友甚至可以在户外做创作都没有问题。古说亚白啊，好，今本年啦，好空比波本太家地的哈，太家地到位，家家就会动到好空的东西。古说咧，今本年的波本太家含起好空的东西哦，就会好有动到的小朋友做的，迄老了的素材就会被迷感有咧儿童的艺术教育中心哦，所以来好也提拔好用呀礼物做一类主题来办的一类展览，还有工作坊吼，地度吼有嘛个好教好了一类，等下吼张哥吼强也注重吼做得好了，大家来小记一下吼，也下先来聊一下。